K 先生，可否助你18秒鐘看信？如果你認同人士有需要做夢，給我寄贈簽名的信封，只要1封。至今的8月，小弟將會響名古屋服侍嘅教會舉行宣教士就職禮，即係 Shulinski。所以尋日就廣發邀請函，邀請愛知縣同埋鄰近嘅3重縣教會嘅牧者出席。原來日本郵政有樣好偉大嘅發明，就係 Ofuku Hagaki。強行翻譯就係往來明信片，簡單嚟講就係具有回覆功能嘅明信片。只要響郵局買佢翻嚟就用得，設計相當 user friendly， 因為只要雙面印好內容，例如好似今次嘅就職禮邀請，連同答覆回條，然後寄出。對方收到之後，只要填上回覆，然後撕開一半，掉翻落郵筒，就咁就會寄翻俾發信人，實在相當之方便。有咗佢，不怕多寄幾百封信。所以我先響 Canva 設計好文字排版，然後響打印機印好我 Ofuku Hagaki 嘅兩面，再響收件人空白位置貼上地址label，然後對接就搞掂。呢啲唔使用腦嘅工廠流程就最啱我，唔使怕難怕倦怕撲空。今次總共寄出67封邀請函，搞掂之後就拎去附近嘅郵筒，放入去就成功寄出。深信最後收得到答覆，好似係，除非唔係。本集完。